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4月初3迦南之声。我是尤伯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智慧和人的有限。约伯记9章1到35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上帝运用他的智慧，使世人不能够借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，相反地，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那愚拙的信息来拯救信他的人。哥林多前书1章21节。大家都听过井底之蛙的故事吧？它的原文是出自于庄子秋水。故事在说，一口废井里面住着一只的青蛙。有一天呢，他遇到了一只来自东海的巨鳖。青蛙对鳖说：你看我多快乐啊！出去可以在井边跳来跳去，回来也可以在井里的洞中休息，在水中可以只把头和嘴巴露出来，还可以把脚踩在软软的泥巴里面。那些虾米、螃蟹、蝌蚪，哪个能比得上我？我就是这井底之蛙，也是这一井之主，多么快乐！你们干嘛不常来井里来看看呢？那只巨鳖于是想进到井里，可是井却小得连脚都放不进去，所以鳖就对青蛙说：你见过大海吗？其宽阔何止千里，其深何止千丈。大禹治水的时候，10年中有9年洪水，也没有使大海的水量增加。商汤的时候，8年中有7年旱灾，海水也没有减少多少。大海如此不受洪水大旱的影响，这才是住在东海的大快乐呢。井里的青蛙听了，惊呆了，方才知道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何等的微不足道。今天我们看到约伯记第9章，在描述约伯陷入在信仰的困境里面，他面对了他的苦难和痛苦，以及他对上帝的公义和智慧的呼求和期待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约伯发现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超越了人类所能够理解的，同时他也意识到我们人类真的是很卑微，有很多的限制。约伯承认自己无法在上帝的面前自称为义，也没有办法与上帝对话，因为人的智慧和能力与上帝的智慧和能力相比微不足道，根本不能够比。约伯说，他使地稳固不可动摇，他一出命，日头就不出来，星宿也都隐藏不发光。他搅乱大海，使海中的波浪翻腾，他使天空明亮，日月都照耀。这是9章5到7节所描述的，描述到上帝的无限大能，超出人类能够理解的范围。约伯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缺陷，人的能力真的非常有限，甚至无法去了解上帝的计划和他的旨意。
在约伯的时代，人们的科技和知识相对较少，但是即使是在现代 AI 科技技术的发达，但人类的知识和能力仍然有极大的限制。相较于上帝的智慧和能力，人类只能够感到渺小和无助。特别是在我们面对信仰的困境里面，我们也会遇到许许多多像这样的一个限制和挑战。有时候我们甚至可能会对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感到困惑、怀疑，会质疑到神，你真的公义吗？就好像约伯他自己的感受，他问，他若要与我争辩，我却不能回答他，只能向那审判我的恳求。我若呼吁，他应允我，然而我仍不相信他真听我的话。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，上帝的智慧和能力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围，上帝的公义和智慧超越了人类能够想象的。但上帝也了解我们的需求困境，并且愿意给我们指引和力量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的困难挑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智慧和能力，将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完全交托给这位上帝。对我们生活在现代人来说，我们生活常常充满了好多这些的困难跟挑战，特别是我们面对疾病、工作压力、人际关系等等。在科技越发达，我们真的想到看到更多的这一些的挑战跟困难，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不足，并能够将信心放在神的智慧和能力上。我们相信他必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的指示、指引和力量。我们也需要对上帝的公义和智慧保持敬畏和尊重，不要轻易质疑上帝的计划和旨意，而是要将信仰和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，相信他必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。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性，并且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智慧、神的公义，那么我们更加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连结。比如说我们祷告、读经、单独会主，我们也需要敬畏神的公义和智慧，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保持谦卑敬畏的态度，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好让我们在信仰之旅的当中与神同行，相信他必定会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力量，来引领我们走在自己的命定。我们来默想，当我们面临信仰困境和挑战的时候，是否能够相信上帝的智慧和能力，并且能够保持谦卑和敬畏的态度呢？同时，是否我们能够真的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缺陷，并且能够将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完全交托给神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在这时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敬拜和感谢。感谢您的智慧和能力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，也因此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有限、我们的不足，并且相信你的智慧和能力必定带领我们走向你为我们安排的命定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，有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困惑和不解，有时候甚至不知所措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挑战和我们所处的困难。
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智慧和能力必定带领我们度过这一些的危机。我们也相信你的计划和旨意，即便我们无法理解，你也必定会在最合适的时刻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信仰之旅的当中保持谦卑和敬畏你的态度，相信你的公义和智慧，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，并不断地寻求您的心意和计划，让我们勇敢去面对我们信仰的困境和挑战，并且不轻易放弃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，欢迎来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心中充满了平安，在生活当中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